那接下来呢，是我们第二首歌曲呢，由我们的邱光谋邱大哥来为大家演出夜上受降成敌，我对他都台语啦，我请大哥。由阮这班的邱光谋同学来演唱一首《夜上受降成文蝶》，李燕所作。大家好。 今仔日我要演的是《夜上受降神文蝶》，作者李燕。回落空间，沙丝算，受降神为万无松。 不知何处吹落关，一夜金陵金风飘。